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4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48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254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系统部队、特种部队和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部队与乌克兰国防军其他部门合作，袭击了俄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一些设施。这些设施与4月13日俄对乌苏梅市进行的导弹袭击有关。俄军第448导弹旅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常驻部署点遭到袭击，并记录到弹药的2次爆炸，正在评估相关袭击结果。也就是乌克兰方面他承认对库尔斯克的很多地方进行了打击。那这些目标呢，跟4月13号这个乌克兰的苏梅市被2枚伊斯坎德尔导弹击中，造成30多名平民死亡，对吧？80多人受伤，这个惨案，乌克兰就是报复，人家承认这个乌克兰的报复造成俄境内多处发生爆炸和起火，5个联邦主体同时拉响防空警报。库尔斯克州是32起，含一座油库连环爆炸；莫斯科州7处电力设施受损；比尔格莱德州炼油厂火焰高达100米。总计说大概有115架次的无人机突破了俄罗斯的防空网。这次这个乌军采用的是叫蜂群浪涌的混合战术，就是他每波次间隔22分钟，一波接一波，像波浪一样的潮水一般的向这个俄罗斯去袭击，并且这个乌军首次使用了改装的安-2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飞行里程是800公里，并且还有部分无人机携带反坦克地雷，也就是威力更大。其中说这个俄西部军区后勤枢纽，也就是库尔斯克铁路枢纽被袭击遭到瘫痪。晚上还有人说乌军这次行动实际上是要测试莫斯科防空圈的这个反应时间，为这个 F-16战机未来突袭创造条件，也就是对俄罗斯境内这个防空网的他们的这个识别度和他们的反应时间，对吧？这个做测试，以后很有可能 F-16要飞到俄罗斯境内作战。那么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根据俄卫星社4月15日报道，库尔斯克州代理州长亚历山大·辛施泰因在社交平台电报发文称，库尔斯克遭到无人机袭击，24栋公寓楼受损，其中3栋受损相当严重。此前库尔斯克州政府称敌方无人机对库尔斯克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1名女性平民死亡，另有9人受伤，多座房屋起火，一个救护车车库遭到袭击，11辆汽车受损。据俄国防部称该地区遭到109架无人机的袭击。卫星社还报道称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防空武器过去一夜间在俄罗斯5个地区上空拦截和摧毁115架乌克兰无人机。这个俄乌双方的数字还真对上了。俄罗斯国防部说在5个地区拦截了115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刚才乌克兰方面说他们对5个地区，对吧，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数大概对上了。该消息称过去一夜间防空直板武器拦截和摧毁了11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库尔斯克上空109架，在沃罗涅日州3架，在莫斯科州、布良斯克州和奥列尔州各1架。至于这个俄罗斯国防部说俄军用什么摧毁的，这不重要，也有可能是同归于尽实际上按照乌克兰的说法，他的目标主要是俄罗斯的这个导弹旅的这个驻地和他的发射导弹的阵地。人家是定向清除也就是他要报仇。发射伊斯坎德尔导弹的是俄罗斯的第448导弹旅，还有一个这个导弹旅在库尔斯克州叫柳克瓦基地。双方在其他战线上还是焦灼状态。乌军在库尔斯克、布良斯克还有别尔格莱德继续占有300多平方公里领土，俄军对他们还是无计可施在扎波罗热、在赫尔松，双方继续这个拉锯战。在波克罗夫斯克俄军现在是处于劣势节节败退。如果再不撤的话，很有可能在红军村红军城那儿对俄军进行围歼。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一位名叫乔尼阿斯卡拉的芬兰人他是一位长期支持乌克兰的这个平民百姓他就是个普通老百姓。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3年以来他在这3年里面，他通过他组织捐款和筹款购买武器和车辆援助乌克兰，其中包括皮卡车、狙击步枪、反坦克导弹、无人机等。这可以说是叫平民英雄靠自身的力量，他在芬兰为这个乌克兰募捐，然后募捐的钱去买武器捐赠给乌克兰。这个叫阿斯卡拉这个人前2天他发表了对俄乌战争的预见，
他认为乌克兰已经赢得了这场战争。他的论点呢如下：他说，第一个，当俄罗斯向美国建议应该在乌克兰进行选举，并换掉不受乌克兰人欢迎的泽连斯基政府时，就表明俄罗斯对以武力结束这场战争的目标已失去信心，甚至绝望。他认为白宫最终已经明白，所谓泽连斯基在乌克兰不受欢迎，泽连斯基是独裁者，都是谎言后，其结果反倒让白宫对普京的信任点降至冰点。因此，俄罗斯所谓在乌克兰去军事化幻想已经越来越遥远。相反，乌克兰的主权化、独立化和军事化的特点越加明显。第二个2022年3月底，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30%的领土。3年后，俄罗斯付出了90万人的伤亡后，俄罗斯只占领了乌克兰19%的领土。俄罗斯没有取得任何新的成就，反倒付出巨大代价。而在这个过程中，乌克兰越打越坚强，不断积累战争经验，生产了更多北约制式武器装备，其中35%的武器设备由自己生产，其中常规武器从弹药到大炮，从装甲车到远程导弹，更不用说满天飞的各种型号无人机。随着欧洲开始武装自己，乌克兰的武器设备国产率将快速提升，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乌克兰终将成为欧洲军力强国，乌军将成为欧盟的东部主力军。第三个与之相反，说俄罗斯损失的装备远多于其生产能力。开战以来，俄军利用继承的大量苏联装备库存来填补缺口，这些苏联装备库存正在耗尽，而且没有办法通过生产新产品来弥补这一缺口。现在俄罗斯一旦失去外援，将难以支撑战局。更重要的是，俄罗斯获得的外援是有代价的，必须付钱才能换来战争支援，而所有这一切都将是由俄罗斯人民承担。第四个是，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说，无论从经济还是人口结构来，都是不可持续的。由于劳动力短缺、公共支出增加以及制裁，俄罗斯经济过热，只是不能吃不能穿的军工过热，俄罗斯甚至不得不将基准利率提高到21%。乌克兰方面的分析，俄罗斯的经济到今年年底会出现崩溃的局面，如果对俄罗斯进行更进一步的制裁，整个局面会出现的更早。他认为特朗普可以尝试拯救俄罗斯，虽然成败参半，但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仍然无法实现其战略目标。他可以占领更多土地，拖延战争和苦难，但他拖不了很久。第五个，他认为欧洲需要行动起来。特朗普已经执政数周了，我们有能力也应该做得更好。与其把精力放在这场远未结束的战争中的战后维和人员，不如现在就集中精力帮助乌克兰。也就是这个哥们儿他认为乌克兰说的这个目前维和不对，对吧？乌克兰他不需要，就是你欧洲与其现在商量派兵去维和，你不如现在给乌克兰更多的支持武器。实际上近段时间欧洲一直在悄悄努力快速布局新的军工企业和扩大原有军工企业，一些工厂已经接到计划，包括我们熟知的一些欧洲大企业，比如说莱茵金属，比如说保时捷。这个德国军工巨头一旦苏醒这个力量还是很厉害的这是一个普通的芬兰人，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吧？他不仅为乌军募集资金捐款，他也认为这个乌军一定能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而这个俄罗斯已经失败了，这就叫正义之士网上老有那种言论，当然这个言论马斯克是主要推手，因为他能量大，他这个嗓门大，他声音大，他认为双方就不应该死这么多人，对吧？现在为了和平就不要流血，战争应该停下来，无谓的这个屠杀。他这个观点你乍一听是对的，和平嘛，别打。然后你这些人鼓吹主张打的，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乌克兰人都死光了，这种观点非常有害这个就叫绥靖。绥靖的结果是后面要爆发更大的战争，这个大家道理都懂，就是这种绥靖换来的这个和平它只是暂时，它是假象，它不是真正的和平。你让乌克兰现在跪下可以，那俄罗斯就得到满足了吗？就是马斯克和持有马斯克这种观点的人，这些化妆粉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就是乌克兰现在跪下，那就这事情结束了吗？下一个乌克兰是谁你以为普京会停止他的脚步吗？普京得到奖励，普京得到了鼓励，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他认为发动战争可以解决一切困难，发动战争就可以。我手上只要有核武器，谁敢惹我？只要他对波兰发动攻击，马斯克又得呼吁为什么要反抗呢？流血没有意义，对吧？这老百姓的命也是命，做无谓的牺牲干什么？好，波兰投降，再打德国，德国投降，在这种理论下，整个欧洲投降，然后普京矛头一指
美国，对吧？这回轮到你了，美国是投降还是不投降？美国要不要做无谓的抵抗？美国要不要流血啊？就这些人脑子都是猪屎啊！就我都不愿意说他。普京一高兴，矛头指向南方，那你投降不投降？你是抵抗做无谓的牺牲，还是投降跪下学俄语？所以我一直说这些化妆粉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畜生嘛。那乌克兰人为什么要反抗呢？很简单啊，一个这个乌克兰你这个政体，对吧？你这个制度是你乌克兰人自己选出来的，你得为这负责任。这些化妆粉啊，虽然跑到美国去了，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他只知道自己享受权利，他不知道自己义务，所以他就不知道这个反抗侵略是他的义务，是他的责任。他跑到美国去，他就是享受去了。所以那个万斯啊，所以那个红脖子啊，铁锈区的人看不起化妆粉，说这些人都是蛀虫啊，跑到美国来占便宜的，没说错啊，就他连根本他都不懂。你去了，你得为这付出啊，你得捍卫啊。乌克兰人就是捍卫他的那张选票，乌克兰人就是捍卫他的主权。主权是什么？主权就是我乌克兰有权利加入北约，保护自己，有权利加入欧盟。至于人家接受不接受那另外一回事，我有权利加入，我可以申请，我有权利加入北约，加入欧盟，不受第三国制约啊。第三国说你不能加入，你能加入，我加入哪个组织跟你有什么关系？这是我的主权。乌克兰人当然想加入欧盟啊，加入欧盟，人人都能过上富裕的日子，对吧？你看以前前苏联那些加盟共和国啊，东欧那些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阵营，以前都是一穷二白，加入欧盟以后是不是日子都好过了啊？即便匈牙利这样的反骨仔，他的国内日子也很好过啊，不都是因为加入了欧盟吗？他何德何能啊？他也不加入欧盟，他现在跟着俄罗斯过，恐怕早就学俄语了吧？跟白俄罗斯有什么区别啊？乌克兰人最起码从经济角度来说，是愿意跟着俄罗斯混成白俄罗斯那个样子，还是愿意跟着欧盟混成捷克、斯洛伐克，对吧？还有什么波兰这个样子，罗马尼亚这个样子，这不就是一目了然吗？这就是他们反抗的意义。乌克兰人可以投降啊，学俄语，最终并入俄罗斯。那下一个乌克兰又是谁？最终啊，大国美国都得给俄罗斯跪下。当然化妆粉无所谓啊，因为他已经给普京跪过了，对吧？家里的左宗牌位上面已经给普京留下了一个位置啊，而且是 C 位啊。这化妆粉啊，把自己名字姓给改了，改成普算了，姓普嘛，对吧？普京的普，特朗普的普，这是一个芬兰普通的老百姓，他的见识比化妆粉呢不知道高到哪儿去了。根据中新社报道啊，英国政府14日消息称，一笔7.52亿英镑，大概73亿人民币啊，贷款当天通过乌克兰特别收入加速计划发放给乌克兰，钱已经到了。英国政府称，这笔贷款彰显英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资金将用于支持乌克兰采购重要军事装备，包括急需的防空系统等。英国政府称啊，这笔贷款通过俄罗斯在欧盟受制裁主权资产的利润来支付，也这个钱啊是由俄罗斯来还，不是由乌克兰还的，也就是乌克兰是白用。英国国防大臣希利表示啊，2025年对乌克兰来说是关键的一年，也是英国国防工业升级的重要一年。英国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总额为45亿英镑，也就是大概430亿人民币的军事援助。英国国防部称啊，除贷款支持外，近期还将启动近距离作战军事援助计划，用于支持乌克兰购买雷达系统、反坦克地雷和无人机。这个德国的后任总理啊，梅尔茨啊，昨天啊，他不仅宣布要向乌克兰援助金牛座远程导弹，还要主动出击，对吧？告诉特朗普一个道理：世界上不是只有美国。这个梅尔茨实际上是展现新的欧洲形象啊，也就是他当德国总理以后啊，那肯定是希望英国、法国他们一起啊，让欧洲更加团结，就是摆脱美国的这种在军事上更加自主，不再一味依赖他人作为附庸。经济上，在美对多国加征关税的世界动荡下，就算没有美国，地球也照样转，也就是德国为首的啊，这些欧盟这些国家现在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梅尔茨啊，还建议啊，乌克兰要打击克里米亚，这个金牛座导弹可以用于攻击克里米亚大桥。对此啊，这个俄罗斯的克里姆林宫啊发出警告，说此举必然导致局势升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月14日警告称啊，必然只会导致乌克兰周边局势进一步升级。这个话吓唬拜登，吓唬舒尔茨还可以，你吓唬这莫尔茨啊没戏。这个莫尔茨一上台，矛头就是对准了俄罗斯的，并且可能啊要撇开美国。这个德国啊，相当于啊打开了封印。这个俄罗斯啊，5月9号就要举行这个胜利日庆祝活动。这个俄罗斯到处在邀请啊很多国家去参加这个庆祝，据说有很多国家元首要去啊。这个4月14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
警告欧洲领导人不要参加俄罗斯5月9日胜利日庆祝活动，而是要向乌克兰表示支持。卡拉斯对记者说不同成员国已非常明确地讨论过，鉴于俄罗斯确实在欧洲发动了一场全面战争，欧洲方面不会轻视任何参与5月9日莫斯科阅兵或庆祝活动的行为。他补充说欧盟不希望看到任何潜在成员国参加俄罗斯的胜利日庆祝活动。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已向欧盟国家斯洛伐克和希望加入欧盟的塞尔维亚发出邀请。另外这个估计匈牙利也是蠢蠢欲动今年5月9号，俄罗斯将在莫斯科举行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活动。此前，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和塞尔维亚总统武西奇已确认将出席。匈牙利总理鄂尔班的办公室则表示，鄂尔班将不会参加阅兵。前苏联的胜利日现在俄罗斯来举办呢，以前是可以，现在已经不是名正言顺了，因为俄罗斯现在成了一个侵略国，屠龙少年反成恶龙有什么办法？这个根据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这个德国它也要应该在4月底吧，也要举行一个纪念活动，但是德国的纪念活动它没有邀请俄罗斯，所以这个俄罗斯也是非常生气。我记得去年吧还是前年，法国跟英国举行什么诺曼底登陆这纪念也是80周年吧，没有邀请俄罗斯，这个俄罗斯人骂了半天。这次德国举办纪念活动又没邀请俄罗斯，俄罗斯人很不服气我们再看这个《金融时报》他怎么说他说跨大西洋联盟终结了，反美窃听就是防止美国窃听欧盟给赴美官员发一次性手机如基本款电脑。多名知情人士14日披露，欧洲联盟委员会向一些即将赴美的官员发放一次性手机和基础款手提电脑，以防范美方情报人员窃听。这一措施表明欧盟将美国视在潜在安全风险，凸显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就任以来欧美关系恶化程度。一名未具名欧盟官员说跨大西洋联盟终结了，这个不是危言耸听所以这个德国的莫尔茨一上台以后直接向特朗普喊话了。我认为欧盟和美国恐怕是要渐行渐远，欧洲要靠欧洲自己了，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只能靠欧洲了，不能再对特朗普有任何幻想。所以你看欧盟现在也做好了跟美国脱钩的准备，对吧？连欧盟去美国的这官员都用一次性手机还有基本款电脑，就是用完即毁，用完即扔，这说明对美国开始防范了。80多年的亲密战友现在开始互相防范，这都是拜特朗普所赐已有一些欧洲赴美游客和学者因被查处曾在社交媒体或文档中发表批美言论而被拒绝入境。法国政府今年3月说一名法国学者入境美国时遭拒并被遣返，理由是他就美国政府针对学术研究领域的政策表达个人观点。这就是特朗普的倒行逆施最近这个泽连斯基在那个哥伦比亚这个电视节目里面，就60分钟那个节目他喊话要花150亿美元买10套爱国者导弹系，那合着15亿一套这价钱很贵这按理来说对特朗普那是好事因为买他的武器嘛，这特朗普就想人买他东西，结果很遗憾。根据这个基辅独立报15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4日公开否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购买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请求，并指责泽连斯基总是想买导弹，同时指责泽连斯基挑起俄乌冲突。这个特朗普说你不能对一个比你强大20倍的国家发动战争，然后指望别人送你导弹。特朗普在白宫一场会议中表示，他还将这场俄乌冲突归咎于美国前总统拜登。作为一个灯塔国的总统说出这样的言论，可以说是叫颠倒黑白颠覆了人们的三观，也可以说明就是他就是一个毫无道德底线的这么一个人。他居然说是乌克兰发动战争，乌克兰发动的战争，那怎么是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呢？是俄罗斯人在乌克兰领土上打战的，打了2年多或者乌克兰在反攻库尔斯克发动战争，原来是这叫诱敌深入是吗？其实这个化妆粉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乌克兰用的是诱敌深入，吸引俄军打进来，这叫发动战争的。第二个那按这个逻辑，克里米亚也是乌克兰诱敌深入，克里米亚送给俄罗斯的，要不然你怎么解释特朗普对吧？俄罗斯侵吞克里米亚，这个难道也是乌克兰的错吗？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普京对吧支持那个地方反叛武装打了8年，这个也是乌克兰的错吗？那是乌克兰的领土这个特朗普为了俄罗斯，为了普京，这回不说美国利益了，如果为了美国利益，他应该150亿美元的大单他应该拿下。可见他为了普京，为了俄罗斯，他是可以牺牲美国利益。这个泽连斯基在60分钟节目中是可以说是强忍泪水向特朗普发出邀请，他说我们希望你能来亲眼看看，你认为
您了解这里的情况，好吧，我们尊重你的立场，但请你在做出任何决定、任何形式的谈判之前，来吧，来看看这些人民、平民、战士、医院、教堂、儿童，来看看被摧毁、死去的人。特朗普为了帮普京，为了帮俄罗斯，不仅是偏听偏心俄罗斯了，可以说到了这个比较偏执的程度，疯狂。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啊，他回应泽连斯基啊，他说：“我认为泽连斯基对美国政府说我们站在俄罗斯一边很荒谬。要知道，正是美国在支持着他的政府和整个战争行动。”他补充到啊，要结束这场冲突，就必须同时理解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战略目标。这个万斯啊，现在已经开始学会了颠倒黑白了啊，开始转移矛盾。这个泽连斯基是要说的，也是说特朗普，对吧？和他的小集团对俄罗斯是偏听偏心，胡萝卜加大棒，对吧？大棒给了乌克兰，胡萝卜给俄罗斯。而这个万斯说的啊，没有美国支持你，乌克兰能挺到现在吗？这个美国是指拜登领导下的美国，恰恰现在特朗普和万斯这些人是跟拜登的政策相反，对吧？1个多月前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停止情报共享，是吧？导致乌军啊从库尔斯克撤退，这不就是特朗普和万斯干的吗？人家说的是特朗普，对吧？对这个俄罗斯是偏听偏心，就像我一样，我批评的是特朗普这个错误做法，我不是批评美国。虽然特朗普现在代表美国啊，但是他不能永远代表美国，他只是暂时的啊。最近啊，这个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4月1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啊，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第3次会面持续了5个小时，普京愿意与乌克兰达成永久和平协议。这个俄罗斯的特别代表叫德米特里耶夫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的会谈富有成效。实际上，这个双方这种表态啊，就为俄美之间达成乌克兰那个停火啊在铺路。但是至少特朗普这边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泽连斯基才在喊话呀，对吧？说你特朗普，你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你在签任何协议之前，你先到乌克兰来看一看，走一走，不要被普京骗了。但是特朗普现在啊正上头啊，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无论是关税战、贸易战，还是在俄乌调停这8、90天来啊，可以说是丢人现眼。他的特使维特科夫所谓的乌克兰和平协议，无非就是让乌克兰割地求和，他还能憋出什么屁出来呢？根据这个俄新社报道啊，从9月1日起，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签署了一项法令将生效。这个法令呢，限制提取现金，俄罗斯将出台 ATM 机提取现金的新规则，每天最多5万卢布。对于进入俄中央银行数据库的账户，欺诈者账户将设定为每月10万卢布现金的限额。你看看啊，他就是限制俄罗斯老百姓取现金，但是啊，他跟印度一样，他不能直接限制啊，那不太好。或许他是跟印度学的，受印度启发。他说你这个账户啊跟诈骗有关，所以一下给你限制住，这样就合理合法了。这下俄罗斯老百姓啊有福了，你取个1万卢布啊，你恐怕都要跟警察局联系，每个月不能超过10万卢布啊，也就是你站上有钱你没地方花。这个实际上就是为了控制啊，这个叫挤兑，害怕俄罗斯老百姓突然去银行取钱 ，ATM 机上取款，那银行不就倒了吗？从这个也能看出啊，俄罗斯国内经济啊，实际上就是在崩溃的边缘。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